它是角色，它是自我，它有定力，芳华尽露。李云霄1993年出生，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新生代花旦演员，师承吕派，主演《步步惊心》《陈三两》《钱塘里》《新龙门客栈》等，亮相2024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被各大卫视网络平台邀请录制综艺节目，成为很多人关注的新秀。云霄，你现在被关注的度非常高啊！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越剧？我的老家是台州，台州呢在浙江，它是越剧的民营剧团最多的一个地方。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家中有喜事，我们那边的人都会请越剧班子到村里到哪里去演出。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被越剧熏陶长大的。当初很纯粹啊，就是趴在这个台口下面看台上的演员，就觉得哇，穿得好漂亮啊，头上戴的那么多亮晶晶的东西，很美。纯粹对，就是很美，就是这样一种很天然的喜欢。越剧呢，它就可能像一个陪伴我长大的这么一个存在。有一天，我妈接我下课回家，在某一个红绿灯路口，我跟我妈说：“我说妈，我要去读艺校。”我妈没说话，她可能心里在想，我可能真的是喜欢的吧。我就是很执着。当时去杭州也是我自己去的学校，顺利的就是完成了所有的这种初试啊、复试。我还记得我妈特别坏。但他有那个录取通知书的，就我知道那天肯定寄过来了，然后我就一直问我妈，是收到嘞，但是你没有考上哎，你还是要继续读书哎，哇，我那个眼泪啊，擦就这么流下来，然后我心里就想，不行，我明年再考，然后我妈啪一张给你，那给你，考上了。从那之后呢，就开始人生的方向就彻底改变了。我们小百花班，我们这个班级接受的这个训练不一样嘛，因为老师是想让我们摒弃掉所有的杂念，就安心的就做这么一件事情。在班里面还有一个很难忘的事情，作为班长，除了专业之外，其实同学们的情绪啊，包括跟老师之间的沟通啊，其实你是一个桥梁。第一次让我在学校里很崩溃的事情呢，不是因为练功，也不是因为这个哪里痛哪里苦，而是因为大家集体要求要申请带手机，宿舍里面就只有我这个房间电话。老师，同学们都想带手机，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把电话挂完，然后我跟同学们讲，我说老师同意了。这种时候的压力是别人感受不到的，就是虽然只是一句好的，你负责什么，类似老师这种比较，这种情绪的一种表达，背后的情绪，我就拿起电话给另外一个人拨了电话，就是我妈，我就开始嚎啕大哭，宣泄一下情绪。对，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点点这种成长需要去面对的很多事情吧。所以其实在班里我们学的很多也不只是这个专业上的事情。对，云霄你说的这个我倒是想起来，很多演员，比如说您在舞台上的一些表现哈，常年作打呀，很多时候是演员当中生命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打动人。对。但是这种状态呢，不是专业里边能学这句唱多高，那句动作摆到多少摆出来的，不是的。是生活给你一些感悟或者是压力之后的一些释放。这个越剧它进入我生命当中，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功课式的存在，它是一件特别治愈我的事情，而且它在我人生的很重要的成长的阶段，它是改变我的，给了我方向的。随着自己年龄的长大，然后你肯定会面临不管是情感上、工作上、人际关系上等等等等。我每天练功房、舞台啊，练水袖、唱戏，在这样的这个氛围之下，我去感受我成长的这种
必须去发生的事情的。比如说我练长水袖好了，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是练，但比如说某一天我真的心情不好，那天我真的就是会练得特别狠，你也会当做是一种发泄吧。作为观众来说，我其实更想看到的是演员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生命状态，他对生命的理解，这是和一个人的厚度是有关系的。我可能跟我从小的我的家庭或者我的成长环境，还有我个人的性格和我的思考习惯，我真的会比较多想一些事情吧。就是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要经过自己的思考，你要自己做决定。那你也会吃苦头啊，比如说你也会因为自己的某一个决定，你犯错误了，你下次是不是就得多想一想？你也就渐渐习惯了很多事情都靠自己嘛。我很幸运啊，在小百花豫剧团，然后我在的这个团的老师们，他们是敞开这种心扉，就是毫无保留的，对，而且是你看他都是在点点滴滴当中这样去关心你的。进入剧团工作，你开始遇到很多其他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成长的环境带给我的思维习惯特别好，这样子会让我去接受到一个人物或者接受到一个什么的时候，我会习惯性的去想很多，去分析它很多。至少我自己是这样，会把自己的人生的这种经历啊，然后对这种事情的理解，就比如说演一个面对失去这2个字的态度的时候，我可能会有很多层复杂的情绪的时候，我下意识会去，我觉得我刚才那个想法挺好的，这就是演员的这种神经质吧。我明白。其实艺术给人最大的魅力的地方呢，是在于很多你无法用言语或者言语不能够准确表达的东西，艺术可以集中的把你呈现出来。对，你可以在舞台上足够的表达自己，去把它释放在这个舞台上面。对，然后演员在台上，也就是把情绪的准确度把它演到最好，那就是对人物最好的一种诠释。自己平时也是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告诉自己，做一个有心的人吧。原来是你。新龙门客栈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创新的，这部戏当初演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一些挑战？其实当时演金镶玉的时候，我们进组是最晚的。其实在我们前面有很多组的卡司老师，他们已经首演了。用一个毛老师的一句话说，新龙门的成功，它不只是官演关系的一种变化，会让观众得到很多共鸣，是因为它是一个群像当中每一个个体的一个个性化的表达。就是在这种个性化表达上，我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思想。当然也是毛老师给了我一个勇气啊，就是第一天演金镶玉的时候还没演呢，那时候我在跟他参加一个节目，然后呢剧组休息的时候，他跟我说了，哎，过段时间你排金镶玉，能不能让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你啊？这是首先是给了我一个方向哦，那我就
前提就是不能模仿了。他是鼓励突破的。对，就是那就完全突破。然后呢，我就去看了张曼玉老师的电影，然后呢还看了很多网友们的很多的影评，我可能要把它这种独有性还有它的特别把它演出来。它的风情万种，它的这个媚骨天成是大家对它非常就是必须得是那样的，但它如果光有那样是不行的。网站上面有一张这个《新龙门》电影里的一张剧照，然后呢，那个张曼玉老师呢，她就在那个柱子后面，这样透过一个柱子，然后在观察客栈里的这个发生的事情。哎，我觉得那张照片里面让我觉得，她像一个动物，好像猫，对，好像在观察着什么。就是又有防备心理，然后这是一张图，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桌子上面，就电影的第一幕，一个旁边都是一群男人，他一个女的坐在那个桌子上面，然后拿着个酒坛子在很疯狂的那种，那个时候他脸上就是非常张扬，但躲在那个柱子后面的时候，他是那种很谨慎，眼睛里是很纯粹，但是他的那个眼睛又是很干净的，让我想到一个方向，就是他好像是很多面的。那怎么样才能想把我说的那边把它演出来呢？我觉得这点呢，其实跟我演钱塘里的时候有点关系。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演当时这个方小米人物的时候呢，给了我一个方法。在舞台上，演员必须要完成他上来的一个任务。你把你的所有行动线和你的任务完成，其实你的人物可能就成立一半了。一把小小天堂伞曾经一所曾的暖，洒泪水泪残，也觉天。近年来，李云霄接排各种类型剧目，从现代戏到传统戏，拓宽戏路，传承创新。陈三两其实它一个经典的老剧，在很多剧种当中都有演出这部剧。那其实这一代代传承下来，到了你们这一波演员，那你怎么唱出你的风格？尤其是今年相对来说演的这个戏，切换的状态很多，就昨天在演这个，明天在演这个，就是真的这么演下来，我真的是觉得越是传统经典的戏，真的是越难演。你想要在里面加入这种新的东西和新的理解，就是非常难的。因为多少代人打磨下来的。有时候你想要去传承好一个戏，可能真的不是说去把它那种唱腔演出来，而是能否把这个剧目，它为什么这个剧目到现在久演不衰，要把这个主题抓住。我一开始对陈三两的理解就是那他就是一个洁身自好守家风类似这样子的这种比较剧本式的这种理解去理解他。如果说要让现在的人再去看这个戏，那我得加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怎么样才能引起现代人的一个共鸣呢？讲到陈三两，她就是一个非常有自我原则的女人。那我就抓住这一点，像陈三两这样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他在面对这种不公平或者面对别人不理解的时候，他更多是一种告诉你我的所思所想是什么。他可以是说服，但是呢，他更多的是你这样是不对的，我的理解是什么。他只是用一种非常冷静，甚至是非常笃定的方式告诉你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那我是这样去理解他，这样去传承他的。细水清清，细水长，细水两岸，好鸟好风光。就唱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在电视上被大家就大众媒体转播的，大家认识你很多，关注度也非常高。你会怎么看待当下的这种关注度也好，流量也好，曝光也好，大家所谓的红也好？我觉得还是比较平常心的，就是像现在这样一个现象的形成，它一定不是说因为我们某一天或者某一次的演出，它其实首先前提是我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小百花豫剧团。小百花豫剧团有像毛维涛老师、陈慧琳老师他们原声带老师，他们这一整批从建团开始的所有的这些艺术家老师们的这种一步步非常扎实的奠基之作的这个存在。那么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和平台之上去学习的。我们的老师们他天天给我们灌输的东西都是很开放的。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在后期在自己成长的时候，我们身上所
迸发出来的，或者说被大家所接受的，或者说现在某一次在新龙门客栈中被大家看见了。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们日积月累，没有放弃。我一下一下水秀，哪怕我今天没有所谓的这个出圈，可能哪怕我还没有迎来像现在这样子，大家那么多的关注，我依然会这么在做。那么我就应该更加想，我还要去做什么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当时反而有些不适应。我自己本人就觉得，戏曲演员他真的是一朝一夕自己练出来的，一天一天都是在排练厅里度过的。老师们告诉我们的一句话吧，就是你得守得住清贫，你得耐得住寂寞，让我觉得难以适应这样的这种节奏跟热情。但是现在呢，我又换了一种心态，因为也感谢我的粉丝吧，就是说和这些来看戏的这种观众们。我虽然就是说也会遭受到一些非议，但是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善意一定是比恶意更多的。对，它会让我内心更加丰盈吧，而且开始让我接受自己一点是什么呢？我也不再自我欺骗了，就是在成长的路上，你或多或少会经历很多属于自己个人成长之路的挫折。我能现在拥有这么多能理解我、支持我的观众，他们能买票进剧场，甚至给我写很多封很长的信，我很感动。有链接了，对，生命和生命的链接。其实我是不孤独的，虽然说大家可能会有距离，但是你看，他为什么要在你这里留下这样的日记呢？其实它就是一种鼓励啊。同频的人怎么样，他都会走在一起。我抱着一颗自己继续温暖自己的心吧，然后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带给大家就好。